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陸叔馬訊。陸叔馬訊係一個專門分享六環彩嘅 channel。廢話唔多講，即刻睇下2026年2月1號沙田 B+2 跑道嘅賽事，陸叔有咩心水先？第6場3班10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2、5。1號英雄豪傑。前一仗強配麥道朗兼大落飛，但係搏失咗。上一次角逐級制賽又冇飛做支持，唔知佢想點㗎。咁但係今次配翻贏馬騎師擺明車馬要再搏喎。2號手到齊來，上兩仗跑1000米埋門都係有啲飛數支持嘅。上一次跑盲門路程，咁明顯就係為退役做部署啦。今次回師首本路程兼配翻1000好手蔡明少，戰意開始有啦噃。5號價值傳承，試閘表現係課都好嘅，狀態對版。最近兩課更加由潘頓親自去試，咁重視嘅程度都明啦，係嘛？初出已經有留意價值噶啦。第7場4班16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3、9、10。3號黃金騎士，今季初跑1400米已經見到個追勁噶啦，增程之後表現亦都持續有進步嘅。前一仗更加締造全場最快嘅末段，狀態踴躍。今次贏馬嘅呼聲都非常之高嘅。9號發財金戈，今季初跑1400喺前望空嘅情況底下追勢都唔錯嘅。賽前兩課嘅拍跳都由金城江一手去處理，好緊張咁款嘅，應該想求交代啦啩。10號手到再來，7歲嘅老馬評分已經跌到歷史新低點啊！上一仗出閘稍稍慢咗，改變咗跑法，留後競跑喺末段仍然能夠追得到，證明佢係有份係手嘅。今次增程兼抽翻個一檔反彈再望啊！第8場4歲馬經典一哩賽1600米吓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3、4、6、11。3號白鷺金剛，今季已經贏咗4場噶啦。質素超凡，目標應該係直指打比大賽嘅實力都唔需要再多講啦。4號美麗星辰，上一仗係蝕盡步速，都係淨係輸白鷺金剛一條頸嘅位啫，已經證明咗佢有實力喺度啦。中長途馬今季演出都幾準成嘅，都係屬於主要爭勝分子嚟噶。6號晒冷，屬於高質分子，上一仗初跑1400米直路前望空之下仍然能夠追到個第2，應該為咗爭打比入場券，一定會搏到盡噶啦。11號氣尊龍，高質馬今季表現持續有進步，4戰全入3甲嘅。咁上一仗初跑1哩受咗之後仍然跑到個第3，即係證明路程啱啦，太勇可期。第9場4班14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2、3、7、8。2號99為君，上一季初6 4班即刻贏咗啦，前一仗再落班都淨係輸個頭位嘅啫，明顯係有班次嘅優勢喺度啦。上一仗輸3碟轉彎，今次由強配再戰，求勝嘅決心好明顯啦。3號男神，今季表現都幾穩定嘅，上一仗蝕盡快步速嘅情況底下，喺前置馬當中表現都幾出色嘅。今次回配贏馬嘅拍檔，一定要拼個明白咁話喎。7號精算激流，1400米嘅路程專家，前一仗贏咗之後加咗分，上仗有包尾入直路都追到個第4，後勁好凌厲下噶，粗身馬型排外檔，直路走外碟係更加利衝刺嘅。8號金匯千歲，側身分子前仗初跑1400米都贏到噶啦，即刻上一仗增程喺攝步速，騎師又發揮好隨意嘅情況底下都輸得唔遠，證明個狀態都幾好，值得跟進。第10場3班16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8、9。8號一生好彩，4歲馬今季都大熟大勇噶啦，季內3節表現都非常亮眼。僅輸嘅嗰2場其實都有啲原因喺度嘅，咁實力同狀態都兼備，屬於必然之選啊。9號超勁赤兔，前仗贏馬加咗分之後上一仗就增程啦，增程1哩輸咗俾2隻超班馬，咁證明佢自己嘅表現都係喺水準之上嘅。今次對手實力就減弱咗，原班人馬有力再爭嘅。第11場3班14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3、6、10、12。
3號大眾福星1400米首本路程演出準成，今季同程都未甩過3甲嘅。上一次增程未能夠適應嘅情況下，今次重返聖途，有力即刻反彈啦。6號綠野飛馳，蔡約翰嘅明星側身馬，實力都備受矚目噶。呢一個路程嘅往績全數入 Q 嘅，表現穩定，質素無需懷疑，屬於爭勝嘅重要角色嚟啊。10號富國兄弟，今季初勝1400米之後兩度增程角逐谷草嘅1里都輸得唔遠嘅，狀態亦都保持到。今次回師翻贏馬嘅路程，一定用盡求功。12號靈燈，側身馬上一仗初跑1400米啦，喺蝕盡慢步速嘅情況底下，仍然能夠闖入3甲，潛質都算幾有厚。經過一輪嘅熱身之後表現可期，更進一步啊！以上就係六環彩提供嘅心水馬匹，排名不分先後，全部都係六叔覺得有望爭勝嘅馬嚟嘅。大家可以剔走一啲唔認同嘅去慳注數，亦都可以獨立買孖寶或者三寶作為另外嘅投注。祝大家聽日旗開得勝，贏到開巷，加油！